由於麻辣米線湯底夠深色，所以不易被發現。張飛現槍手一動，就在碗中直接拿手槍，後發先至指住前面槍手，令敵人防不勝防。張飛，你條仆街想先屈我啲場，再對冧我，貪字得個貧啊！晨早你要殺我，大把機會落手啦，使年搞成咁啊！枉你仲叫晒全世界嘅人搞場大龍鳳，打晒鑼鼓冇晒獅頭咁，以為食得話我屎你就有得食，早啲講頭先留返俾你啊嘛！睇你家陣幾衰相，你而家係咪覺得好難堪啊？跟住望向群眾，今日係我同豺狼嘅私人恩怨，希望各路英雄讓一讓路，唔好插手。我哋走，我哋走，什麼我哋走？眾人奇怪，個場全部都係豺狼的人和來賓，他明明自己一個人來，跟住一個震撼場面出現，包括聯發以內其他社團，每隻有1至2個人同時站起，脫下帽子，除去黑西裝，他們就是另外的11金剛。跟住5位侍應生除制服，張飛和5位侍應生一起走。原來他們有些戴了鴨舌帽和口罩，之前入場前故意找人傾談，令人錯覺以為他是你朋友，你又以為他是我朋友，混入其中低調坐低飲茶。只是來賓被在場的精彩場面吸引住，未有留意。當然那位拿米線來的侍應生肯定是張飛的人，他是隨步跟住走的師郎。原來眾人現在才留意，5位侍應都是混血兒，剛才對此場面一樣表現出色淡定。他們5位分別是最佳陣容成員，已經退役來跟隨張飛的美斯、斯丹、師郎兩兄弟和馬圖斯、馬甸尼、馬王的第2、第3兒子。之前所講的5位猛人加孟鴻飛就是他們。在場人士無不被張飛戲弄，但聯發冇理由就咁俾佢走。聯發還有很多都藏在台底，但別忘記對面唐樓天台有2名狙擊手在瞄準，只要稍有移動就讓子彈飛。那時候冬天剛好窗口全部打開，對面的2位分別是最佳陣容的2位神級人物告魯夫、碧根包話，除了功夫和槍法，更是智勇雙全，因此一個人走得瀟瀟灑灑，淡定有型，走路有風。這條路可能係他們一生最危險，但最威水光榮的一段路。豺狼沮喪地呆坐着，一敗塗地，自己縱橫江湖多年，喉嚨被他劈開，更間接累他入獄20年。弄成兒子這樣，失去公司的地盤，2父子的人生也徹底的敗在這小子手上，莫非是命中注定的黑星？眼神望向老兄會與和英堂那邊，他們立刻回避眼神，根本無意幫忙，其他人更加無意阻攔。不是一早說好了嗎？罷了，應該被張飛反收買了。古惑仔食2家茶禮很平常吧？自己真的太天真，還叫了這麼多人來，諗住全港江湖大佬見證我分佢地盤，順道報仇立威。原來自己太低估這小伙子。早前原來和英堂姑耶文跟老兄虎沙老婆有染，張飛一早已怕他們聯盟，就找私家偵探查其弱點和找尋黑材料，意外發現就拍下照片寄給姑耶文，叫他不要插手。另外，鴻飛前坐館肥傑和虎沙有毒品交易，張飛找來交易記錄寄給他，暗示如果你要管的話，我可能不理江湖規矩，交給警方。當然，就算主場聯發的人也不敢妄動。難道真的不怕對面2個狙擊手嗎？張飛一干人等行至門口，正步出樓梯之際，他轉身望向豺狼，拿出香煙，將剛才浸在麻辣米線的手槍拿出，場面又緊張起來。那手槍比較小，有點像掌心雷，他向住自己香煙一按，槍嘴出火柱，原來是防風防水的槍型打火機。豺狼真的被他玩弄得徹底反轉再反轉，眾人而忍不住直接笑起來，有些更拍手掌叫好，眼神更望向豺狼。連張飛的好對手 Kenny 也舉起大拇指致敬，向張飛報以微笑。你學我呢招，
但比我用得還要出色。他們步下樓梯，不少人繼續拍掌歡送。多謝張飛今晚帶來一場好戲和表明立場。我已經看不起你聯快。張飛，喂，豺狼，你仲有冇收埋條炮啊？有就開槍啦，射啦 ！Rich 7落到街上，幫中一群兄弟牛佬和馬王等一些叔父已到達迎接，在遠處有幾架警車在場。當然這類大型鴻門宴，哪有可能警方會不知道？豺狼被眾人看低恥笑，原本以為在場200人加4支槍，哪有失敗之理？肯定發圍兼起啤，想強勢復出，再在江湖上立威。結果越多人看，變成越多人笑，還要敗得如此肉酸醜怪，真活該被恥笑，甚至連帶自己的門生也被看扁，真的惱羞成怒。對，他還有一支手槍，最後的籌碼。豺狼一個人衝出去，走到樓梯口門處後，拿出自己早收埋的手槍，走落街要拼過同歸於盡。此時張飛等人已越行越遠，馬王身邊有個人內裏穿住黑背心，是失蹤多時早前被豺狼收買的鴻飛高層善安，當時就是靠他出買情報，令鴻飛被我打得落花流水。自從他失蹤後，我們卻形勢逆轉，原來關鍵就是他食我茶禮，卻反被他出買聯化情報，弄至如斯田地。他比張飛更該殺。張飛，喂 ，Rich 7射啦 ，Rich 7好嘢 ，Rich 7好撚嘢。黑幫大集會，警方一早已經超前部署，持槍警員在戒備。此時馬王把張飛的掌心雷手槍型打火機握進安的手中，再一手把善安推出去，送你一程。豺狼想也不想，就衝前向善安連開3槍，而在街上的警察立刻拔槍，亂槍掃射豺狼，他即時死亡。一代梟雄敗在這小子手上，死於子彈之下。